人人都需要睡眠。BB 一日要瞓10幾個鐘，小朋友要10個鐘，一直長大要瞓嘅時間就越短。年輕人瞓8個鐘就夠，成年人瞓得好有6個鐘已經唔錯。公公婆婆瞓得冧嘅話，有5個鐘就夠啦。不過好多城市人都覺得瞓得唔好，甚至長期失眠。即係我自己感覺咧，就係身體嘅機能咧係不斷喺度退步，好似咧就等緊死咁樣。係好少嘅事咁樣咧，我就好牽掛咯。一諗咧，我又唔瞓得啫。要做個好夢，係唔係真係咁難呢？新聞掏寶同大家重溫2004年專題。根據舊年一項喺香港、上海同台灣做嘅失眠現象調查，香港有62%被訪者長期受到失眠困擾，相對上海嘅52%同台灣嘅46%都多。更加有90%嘅香港人話，佢哋成日都瞓得唔好。要咁樣行先。Susan 病咗4年，用咗20萬遍尋名醫，做過無數檢查，都冇辦法揾到病因。有時胡思亂想，佢甚至覺得自己有絕症。佢係幾典型嘅情緒問題，又帶一啲失眠問題，成日我哋都見㗎啦呢一類嘅病人。我見到啲病人，佢講佢有幾年，甚至係10幾年前開始已經瞓得差，係好常見嘅。佢對於咧瞓覺呢一樣嘢本身個認識唔多，即係原來瞓覺都需要認識嘅。